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大家有看到无？越南厂长的候选名单公布啊！有，当在看。恁感觉这个投票向动选的几率较大？当然是吴俊伟啊！伊做哩上完整，而且佫是你今日带出来的。我投吴俊伟一票。我嘛投吴俊伟，我唔感觉是吴俊伟。我嘛感觉。对不？对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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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认为越南厂长候选人的位一定是叶副经理的。哦，拜托诶，叶副经理的资历根本就无够做厂长，好无？对啊。是无够。也毋过恁看，小娜伊的名会伫候选名单内底咧，啊？对吼，为什么？因为顶头的人听伊啊。也毋过拢是高级主管来投票，敢毋是？而且我听讲有足侪人拢支持吴俊伟，包括叶副经理也爱正拼。无咱来小输啊！看最后是谁做越南厂长，输的人请客。来啊！请客来啊！小叔，你倒一届才是请客。我大概拢有请。不是。恁咧讲啥？我哪会听到有人要请客啊？我看爱请客应该是叶副经理。啊？小伟，亲爹家恭喜未来叶厂长。哎呦，迄只是候选人名单，爱等投票才知影啦。你恭喜了伤早啦！哎呦，你是董事长要亲身栽培的人才呢。这个投票嘛，只不过是要做互人看，对不？阿明啊，你这句就唔对啊哦！公司用人一向遵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呢，由主管投票选出上适合的人选，这不是做互人看尔。哦，是。也毋过，哎呀，也是先恭喜你。恭喜哦！恭喜吴经理，多谢。欣啊！订饮料赢上贵的迄间，我请大家啉饮料。多谢副经理，来，大家再回来。看没点抢啊！我真是无同意阿姐做这个决定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假使叶冠华就是选掉，你敢放心甲越南厂交互伊？我另外有拍算，就算冠华真是选到厂长，爸妈会派黄俊伟去越南做副厂长，名义上是做伊的助手，实际上是甲冠华斗相共，带伊了解状况。黄俊伟即摆是副厂长，但要做厂长，伊搁走去越南做副厂长创啥？而且叶冠华抢人的位置，搁想要人家斗相共，是伫做面梦哦。会议公告已经出来啊，就予大家投票。你嘛莫为着这伤着你甲文丽的感情。伊就是安尼哦，互恁一感觉毋成关系，才会变甲遮尔天真。你若真是为伊设想，就无应该替伊开这个后壁门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敢有看过文玲甲人抢啥？伊即个为着冠华，真是咧拼。咱袂当无互因阿某一个机会啊！哎，非得要得到超过一半的票，还是爱靠实力。我先讲哦，这件代志我自头到尾都无赞成，我是无可能投予伊的。
这什么意思？叶冠华来公司才无偌久，现在互伊入去候选名单，这毋是甲大家讲，顶头希望伊来做厂长。互伊这种菜鸟啊，甲你做伙竞争，确实是委屈你啊。经理，董事长伫工厂的人事已经拢是听你的，你若毋阻止伊安尼做，这只是命大尔啊！你是我一手带出来，佮有遮尔好的资料，敢若凭这点就赢伊啊！伊毋是你的对手。比强又安怎？搁较强，嘛比袂过伊是头家竞赛啊！放心啦，就算董事长听伊，伊嘛无法度互所有的主管拢听伊的。至少，我这票是投互你的。这届拢总有9个主管投票，你要好好按答，只要会当把握5票，你就会当过关。阿妈，这是我家的新产品——乌藤菇丁，您看卖。嘿，看起来敢若袂歹哦。真甜阁真香呢。是讲吼，阿嬷即久无来看你呀，你还阁会记阿嬷啉咖啡会困袂去。哦，当然会记的啊。阿妈，嘿，最近过得有好无？无好啦，哎哟，阮兜迄5个孙哦，定定咧家出状况。即个问题解决啦，吼，啊，着搁换迄个，迄个解决啦，搁换迄个，唉，敢若是咧嫌我即个阿嬷伤闲，大家拢在甲我考试啦，唉，也是较好，家己一个踮咧遮做生意啊，照顾家己，事事项项拢安排甲好势啊好势。无参像阮兜迄5个啦，专门咧甲我找麻烦。你若是感觉烦，就来我遮吃一寡甜的，心情会较好。好啊！闻起来啊！哦，我去整理车，这8点钟留互你。多谢。阿妈，哎，文琪啊，迄阿落，我知影你要讲文玲的代志，唔免讲啊，我无想要搁管伊啊。哎哟，恁2个是亲姊妹啊，哪有啥物过面仇啦？你着放较落软的啊！阿嬷做公亲啊，恁2个见面吼，面对面讲讲的，就无代志啊。是嫌我加管伊仔事呢？我若是继续管伊，我毋是真白吗？哎哟，啊伊是咧讲气话，你也伫甲伊激气哦。谁甲会激气啊？我这2天敲电话互伊，伊拢毋接我的电话，而且伫咧公司拄着，就寄一箍面互我看。所有的人拢叫我爱甲伊好好，敢若我做啥物对不起伊的代志？你吼一支喙啊定邦邦啦，大家若讲吼，文你的代志啊，我不爱管啊，不爱睬伊啊，敢真是做会到啊？文玲若去人欺负的时阵吼，你拢嘛头一个拼出去甲人输赢。文琪啊，听阿嬷的话，去甲文玲讲2句好无？无路用啦，即摆毋管我讲啥，伊只会搁较气我。怀疑即马甲阿一讲好，要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叶冠华敢会当做厂长，安尼大家就等咧看结果啊。敢真是要安尼继续玩落去？阿嬷，我根本无想要甲伊玩，嫌我人下要用见面，这个玩甲搁较严重，所以也是等大家过一阵仔拢冷静落来才讲啦。哎，也无是要安怎啦？对啦，迄个魔神是，顶个对咱兜转去了后，又讲啥物无？无啊。哎呀，头一摆来咱兜，啊，就看到迄种情形，我实在是就歹势啦。你放心，人无有好，性地有够好诶，个性嘛好，一点仔嘛不要紧。真是的啊！也毋过奇怪呢，
为啥遐尼那好奈？我群组一直甲伊发出邀请，伊拢袂加入吧？哎呦阿嬷，你啥做要邀请伊加入咱家的群组啦？啊若认为讲是一家伙仔，当然爱加入咱的群组啊。哎呦，伊才头一个来咱兜，你遮尔着急甲伊赶走啦？文怡啊，嗯，你老实甲阿嬷讲哦，你甲这个毛先生是咧交真的，还是交假的呀？你敢会像过去共款交2年啊？你就搁甲我发册呀？啊？阿嬷，我即个是真认真甲毛友和以结婚为目标伫交往，无我就袂带转去食饭，伊嘛免带去见伊妈。你看过亲妈啊？毋是，你看过伊妈哦？啊，你两个开讲的气氛啥款啊？袂歹啊，讲得真欢喜，伊妈真好斗阵哦。有，安尼哦，阿妈应该准备来传你的嫁妆啊！阿嬷，不管你即马是要做啥物，千万拢莫做。人哋讲吼，食紧拢破碗。我即个是认真的，所以咱两个拢莫伤赶紧 ，OK？ 哦 ，OK，No speak。阿嬷转去哦。你哪会在伫外口？活动保险？恁去派去是？毋是啦，我只是想要出来舒适下新鲜的空气。这样。无天星，无月娘，只有路灯。袂歹，你足浪漫的。哦对了，恁的新闻都进行了啥款啊？真好啊，好到我拢要袂记我伫无闲这件代志。规气结婚好。安怎啊？阿嬷搁催你结婚啊？毋是啦，我只是有淡薄讨厌即马这款生活。上班下班，上班交男朋友，分手搁交男朋友，一直轮回。若是找到对象结婚，以后就烦恼红事事业，烦恼柴米油盐，烦恼囡仔问题，敢若嘛袂歹。我伫咧想，反正我的人生应该进入后一个阶段。哪会感觉你敢若熊熊伫咧形成不灵啊？毋莫讲着伊。所以你想要结婚，甲毛友好？伊人袂歹啊，我只是人应该找无比佫较好的查某人啊。较水即马开喙甲我求婚，我应该答应。这应该就叫对的时间出现对的人吼。其实进前有来遮问我一寡你的代志。又好？伊问你啥？就一寡关系恁亲人的代志啊。哎呦，实在是，这款代志直接问我就好啊。伊问遮的，是毋是表示想要甲我结婚啊？我哪会知影？你是查某人诶，用查某人的角度去思考。你感觉伊伫想啥？查某人较理性。要做一寡重要的决定进前，伊会先收集资料，然后评估好利害关系。所以，伊真是想要甲我结婚对吗？我就知影。伊讲毋对啊，伊这几工拢无靠我。哎呀，伊应该是还未想好要安怎甲我开嘴。安尼万一开嘴甲我求婚，我是要安怎？袂用，求婚这尔重要的代志，
我应该先做好心理准备。多谢你甲我讲这个好消息，我先来走啊。对吼，我今日拢还袂啉到咖啡呢。要啉无？唔免啦，这个好消息比啉咖啡互我搁较有精神。拜拜。假使我甲你求婚，你敢嘛会这么欢喜？我甲顶个月薪水拢换做泉州邮艇送互你啊，婷婷，我已经无药通医爱着你啊。嗨，大家今日过了有好无？头家请假，今日足爽诶！哇，麦麦讲伊今仔日过了足好诶，赞哦！我菜馆中500。哇，两美狂人菜馆中500块，足好运呢，真是足幸神人呢！啊，朋友好，你嘛来啊 ！Hello， 其实我今日过了无啥好，有一个粉丝哦，伊叫陆Q王，伊伫我直播以外的时间走来叫了我，因为伊的关系，所以我会搁一届提醒大家，莫私底下找我，若是想要甲我开讲，或者是支持我，欢迎来遮。请讲叫阮婷婷，我就去拍伊。拍伊哦，卖啦，安尼足过分呢。直接报警啦！报警，嘛免闹到遮尔大啦，我搁想看卖好啊。无条件支持婷婷。我嘛是。多谢大家，也毋过我已经甲陆Q王封锁啊，请大家莫烦恼。我希望遮也是一个会当欢喜开讲的所在。你为什么封锁我？你这个臭查某！婷婷，你回我电话！你想我这样济钱，你即摆变认不爱认人，臭查某！臭查某！臭查某！我今日提早结束，拜拜。江卡婷，开门！紧开门！创啥？你关门伫咧创啥？搁伫咧直播？你趁钱，我嘛想要趁钱啊，啊，毋是伫咧做歹代志。安尼这是啥？你听我的报告创啥？无听你的报告，我阁毋知影你伫学白来。爱你好好读书，结果你即摆伫咧创啥？伫网络顶面甲遐乱七八糟的人嘻嘻哈哈，安尼甲酒店小姐有啥物无共？你伫咧讲啥？我只是想要趁钱，也毋是伫咧做违法的代志。你是安怎要安尼看我？毋是我安尼看你，是遐用网络甲你开讲的人会安尼看你。这陆Q王就是安尼啊，无伊是安怎会伫咧网络为你开钱，搁寄奇怪的相片互你？重点是伊哪有你的地址啊？我毋知影。我马上打电话报警，嘛甲班导讲，叫好好注意你的安全。等下，你莫甲代志闹大好无？伊拢知影你住伫倒位啊，代志还无够大条，是毋？较所以走来找你咧。毋对，你今日回来就怪怪啊，是毋是走来找你啊？好，我答应你莫做直播，也毋过请你答应我，莫打电话报警嘛，莫打电话去学校，万一学校的人知影我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就见笑，毋敢去上课。好，安尼以后我送你上下课，嘿，无通参详，唔答应我就报警。好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这届哦，会当投票的高级主管有9个，恁大姊想拢要想，一定袂投予我。阿姐一定会投予你，还佫有阿兄，
虽然伊拢无讲出来，毋过我相信伊嘛会支持咱。财务部的赵经理，甲业务部的郭经理，这两个人哦，拢会听阿姐的，所以这两个票应该嘛会投予我。是咪啦？莫欢喜了伤早。一抢二抢的厂长，阁有运输部的高经理，这三个人哦，甲黄俊伟哦有真侪年的交情，这三票应该会投予黄俊伟。所以李经理这票是胜负的关键。李经理这个关键的人物，伊这票谁若是摕到，谁就赢。冠华，李经理真是想要投予黄俊伟哦。我是听人讲哦，黄俊伟是李经理带出来，伊若是无投予伊哦，伊安怎甲伊下骹的人交代？安尼，咱顶届送互阿姊的保养品，毋是就无路用啊？是袂无路用啦，只是要互李经理我向我这边，敢若靠这步是无够的啦。咱是毋是嘛应该爱送礼物互李经理？送是一定爱送。喂，警员，你传我的资料我看过啊，这种风格我来设计会用的。好，安尼细节我想看卖，咱才约时间讨论。OK。你要上课？我送你去。毋免啊，我入面就好。你毋是接到 case， 你专心趁钱，你是袂安怎啦？你要去上课是？你是啥？你袂灵我，我寄相片互你啊。你是罗克王？你要送啥？我是专工来甲你会室的，我无应该伫直播时阵骂你，我专工买花要送你，你莫甲我生气好无？唔莫过来，你哪会知我会好好？直播时阵我有看到你穿的制服，查看嘛就知影，我是毋是真认真？你大概直播的时阵，我拢足认真看的。哦，而且我逐工哦，拢陪你为学校行转去，你拢无发现吼？你哪会遮高志？我甲你讲，你讲群众话，我就报警啊！你要报警？我对人家就可能安尼对待我，我开钱，搁买礼物互你，你即摆背面无一定人信。你是毋是甲我利用啊？又要甲我放傻？你啥啦？你甲我的钱还我，还我！放下！你滚！你傻！你傻！这么很美，冲上！走！卡婷，你走！无代志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。迄个人是毋是寄物件互你的陆克王？迄个人就恐怖的，咱即摆要安怎？咱先去报警，了，我才送你去学校。伊毋过会知影我的学校，佮知影咱的地址，万一找上门要安怎？我替你甲学校请假，了去阮国强大两工。好，无代志，免紧张，咱先去报警，了转去看行李。行。三工无靠我，伊最近敢真无闲。真无闲，哪有闲找交还问东问西？应该是还未想到要安怎甲我求婚，所以才无卡来。喂？你无闲哦？啊，无啊，我拄则去开会，即马要转去公司啊，安怎？你前几工才去找交还哦？啊，对啊。
安尼伊敢有甲你讲啥？你有啥物代志会当直接问我，走去找伊创啥？毋管你想要知影啥，我拢会全部甲你讲，袂隐瞒。嗯，多谢。多谢啥啦？你无来问我，是毋是伫烦恼啥？是会讲伫烦恼一寡代志，伊也毋过我嘛毋知影安怎甲你讲。你是毋是惊阮兜的人无介意你？嘛会用安尼讲啊？你免烦恼啦，阿嬷甲阮兜的人拢真介意你，一直伫甲你学咯，所以你免想伤济。安尼就真正足多谢诶。搁讲一解？毋是，我的意思是吼，听起来敢若无遮尔烦恼啊。安尼就好。对啦，下班了后，敢会使陪我去买物件？我有一个同学，伊买新厝要办入厝，我想要买礼物送伊。你甲因讲好，敢会当陪我去见？好啊。好，安尼我下班去找你哦。好，咱下班见。好，拜拜。拢几岁啊？搁你讲，一个字。无生事，敢讲？无生事啊 ！Hello， 你好。阿妈，你的喙齿是安怎啊？哪一直无啦，哪会遮尔拄好？你哪会在遮？哎呀，什么拄好啦！我照这面皮顶面的主旨吼，专工来找你的呢。安尼啊？对啊。也毋过阿嬷，你后盖要找我，你会敲电话啊，还是传简讯啊？你免专工走来啦。好，你若讲到迄个简讯吼，我特别念你啊。我迄个吼，一个丁安卡的群组拢邀请你啊，你拢无参加啦。敢有？哦。阿嬷，我雄雄想到，我前2天哦，手机啊有淡薄怪怪，然后我就买一支新的，可能迄资料我无传过，所以哦，迄个通知无收到啦。是安尼啊？你这个手机啊拄坏哦，我哪看起来旧旧啊？这是倒一排啊？那新的敢若旧的同款啊？无啦，阿嬷，我较小情啦，这是手机壳尔啦。是安尼啊？无我拢来啊，无来去你公司坐一下啦，咱来啉茶哈。你要去阮公司哦？系啊，咱来去你公司开讲啊。安怎？你无欢迎我？无啦，阿嬷，我当然真欢迎啊。也毋过，我雄雄想到，我有一个足重要的客户要来找我开会啦。我烦恼迄会开伤久，无法度好好招待你，我会真歹势，所以歹势啦。安尼啊，安尼有影啦，客户较要紧啦。安尼，无我另工才来啦哈。等一下吼，我会伫群组甲你发出邀请，你会加入无？好，一定。另工吼来阮兜食饭啦。好，我吼甲你招待一下啊。好，安尼吼，我先来走啊。好，再见咯。好，谢你啊。好，对啦，一定爱加入无？一定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我就唔信你唔加。妈，那边遐济菜，咱冰箱内底阁有足济呢。就迄个友爱敲电话转来，讲要带卡丁伊转来大几工啊！我想讲家两人食饭，就要加传一寡菜呀。阿妈，你回来啊！哎呦，友爱，你转来啊！卡丁啊，欢迎哦！阿祖好，你好啊！
无你也是像医生共款叫我医保就好啊，医保好。我都哇，日子今日哪会转来？阿嬷，今日日头对西面出来哦。哇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话歌啊？哈，黑白讲。我哪有黑白讲啦？若毋是我拄下课，过了准今日是二九暝，毋对，日子二九暝无一定会转来。嗨，好啊，尤里，甲你日子还有卡婷的行李摕去房间，咱等下就准备食暗顿。哦好，卡婷，我顺续带你参观阮兜。好。行。甲你介绍一下，二楼，阮爸的厨房，阮爸的房间，无聊过时，无啥物重要的啦。行，咱去3楼。隆重介绍一下，张家上精华的所在，3楼。这间吼风水上好，我的房间。这间吼是阮阿兄的房间啊，过来是这间。阮儿子的房间，恁今日应该就住遮。啊？这房价甲张友园嘛差伤济。若无张友园应该是啥物风格啊？规定毋是这种像公主的风格。恁是一家人，你应该比我搁较了解伊啊。拄好颠倒变，阮日子少转来。若是讲这是伊的房间，不如讲这是伊的旅馆。对啦，恁哪会雄雄转来？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因为我拄着一个变态。变态？啥物变态？就是哦，因为我伫咧做直播，都有一个人走来甲我糊糊甜。今日我出门的时阵，佫走来找我，若毋是张友华甲伊拍走，真是要甲我惊死。所以阮今日才会来遮。所以恁算是转来觅一个哦。算是啦，你莫甲别人讲哦，我无想要互伤济人知影。哦，对啦，你拄则讲你咧做直播，应该趁袂少吼。因为佫伫咧读书，直播只是做散工，而且我介绍的化妆品足竞争的，一个月差不多敢若趁100外块。100外块哦？迄足少的呢。我听阮大姐男朋友讲，迄种直播做甲足厉害的。一个月20外万无问题呢。恁大姐男朋友是咧做直播的？毋是啦，伊开一间直播公司，是足侪直播主的经纪人，听讲足出名呢。对啊，其实你嘛应该找经纪人，安尼才有人会当替你找迄落啥物广告啊、讲介绍，啊，佮有拄着变态，嘛会当斗解决啊。对吼，也是你替我介绍，反正我会当甲伊合作啊。会呢啦，拢家己人，无问题，而且伊人真好，一定会答应的。你看这块碰椅，是今年真流行的风格呢。恁工作是会当放这种碰椅，互人客坐啊，足适合的。哇，这袂歹呢。你感觉呢？我感觉真好啊，真适合做日出礼物。好，就决定是你啊。你竟然回来啊！张友园是顶届聚会无参加的迄个小妹是？对啊，你嘛家己阮兜工作啊？真是的呢，我之前拢无注意到。着阿嬷专工邀请我加入，所以我就加入去啊。看起来阿嬷已经甲你当做一个人啊。哇塞！这袂歹呢，关东嘛拄啊好。买啊！买啊！这是买来创啥？毋是我要用的，是要买阿嬷的。之前听伊讲，伫咧房间看册较无所在客，想要有一个嫁衣啊。这真适合啊！你感觉啥款？我感觉真好啊。好。安尼就先买起来放伫阮兜，等后盖厝内办主餐的时阵，你才摕出来送我阿嬷，一定会足欢喜的，学落你又好又个大心。等下，
后盖自产啊。差不多是当时啊。你放心，袂互你等伤久的。就算无理由，阿嬷嘛会变理由爱我带你转去食饭。你今摆已经变做伊上大的目标啊！啊，电话拄转来，无你卡就这2天。这2天哦，是安怎？你敢若真惊去阮兜自产哦？嘛毋是啦，因为顶摆去自产，看到你甲恁小妹的关系敢若无啥好，所以我咧想啊，是毋是亲人之间保持一点仔距离，安尼斗阵起来较轻松，嘛较袂有压力。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无伫台湾上班，嘛甲你共款。感觉亲人是安怎爱定定做伙，哪有遐尼济话通讲啊？不过即摆转来了，我改变想法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定定无伫台湾，我的亲人无了解我，我嘛无了解伊。不过即摆转来，甲因斗阵几届了后，才发现，其实每一个人拢有我无了解的所在。就摕拄才对于我来讲好啊，我以前毋知伊伫外口创啥。不过后来我才知影，其实伊甲因男朋友的爱情故事真互人感动。所以我即马颠倒会期待每一届聚会。当然啦，常常斗阵的结果就是会吵吵闹闹。不过天底下有上斗袂冤家啊，就是因为要紧才会冤得愈严重。都亲像我甲阮小妹。是毋是我一下讲伤济，你无法度消化？袂啦，只是我感觉你敢若变甲搁较要紧亲人。我以前无安尼感觉，即马我发现我是爱家的动物。是，阿嬷问咱敢要转去食饭？问题啊，安尼啦，因为咱今仔日买足侪物件，无后盖才去，好无？好啦，我来回应。好，多谢。明芳阿姨，我带卡婷出去踅踅咧。晓你毋是要来甲你补习？哦，我有打电话甲伊请假，拄则嘛有甲爸讲啊。好，莫算伤我哦。卡婷，伫外口较细腻咧，手机仔咧，有问题随时甲我联络。我知影。放心啦，二姊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外甥女。你是毋是你外甥女啊？拜托，我叫伊阿姊，你叫伊阿姨；我叫伊阿姨，你叫伊姨婆。照安尼算起来，我是你的四大呢。你应该爱甲姨孙共款叫我阿姑。我才无叫一个甲我年岁差不多的人阿姑咧。无法度哦，这是厂界规定，你爱遵守啊。阿姑带你出门。爸，阮出门哦。莫想我回来哦。好。嘉诚。我先去客卡亭准备些面巾。哦。有我啦，亲像今日安尼，甲厝内人做伙食饭开讲，感觉是毋是真好？若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，做你甲我开嘴。毋免啦，无真无需要。还是规气你搬当来厝里住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若是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，做你甲我开嘴。毋免啦，无真无需要。还是规气你搬当来厝里住，摆当伫附近替你找所在开公司，厝内嘛较闹热。爸，我即马敢若想要好好经营事务所，因为迄是任何一世人的心血。
case 虽然无济，也毋过也会得过。我相信以后会慢慢变好。而且家庭需要人照顾，我无可能放伊一个人。哎，你是卖无闲说无闲迄个，坐落来，甲我好好开讲。恁和小弟敢有甲你联络？伊当时会倒来？拢是家庭在甲伊联络，听讲伊的工课都结束，这一两礼拜就飞转来台湾。安尼伊倒来了后，家庭你安算要安怎？我希望家庭继续留伫台湾，我会用照顾伊到大学毕业。你敢有问过伊的想法？伊对你这款安排，敢有啥物意见？我会搁找时间甲伊讲。有我啦，我知影你甲家庭一直斗阵了无好，这款代志是袂当勉强的。任何小弟伊是家庭阿叔，因是有血缘关系，也毋过你无共款啊。有血缘关系嘛，无一定会用做伙过一世人啊。而且家庭甲工人家根本就无熟，我袂放心甲伊交互七分啊，非得伊就要来啊。等伊来啊才讲。我阁有工课，我先去了。好 ，OK。哎呦，话你，下面，来，起来，哎呦，哦，起来，哎呦，紧的啦，过去，等，有机会，啊！记得，啊，足够水，多谢你。真牛！哎，搞，这间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头家，我跟你讲，这间足好食的。哇，看起足赞的呢。哎，小李，这拄好诶，你嘛来食冰哦。嗯卡婷，甲你介绍一下，吴小李，阮班的同学，嘛是我的家教老师。小李，伊是江卡婷，阮二姐查某囝，嘛是我的卫生女。哎，啥是恁卫生女啊？我毋是恁阿姐的查某囝，而且恁阿姐甲阮爸还袂登记结婚。哎呀，怀疑做我的卫生女，你袂食亏啦。来，阿哥请你食冰。好，头家，我一个土豆冰，一个红豆冰。哦好，我点2种口味，就享受2解。享受就解是无？无毋对，你对啦。安尼，卡婷叫我阿姑，是毋是爱叫你小李阿姨？就当作我啥物拢无讲。对咧，啊？你今日雄雄无爱补习，就是要甲伊出来耍哦。对啊，我先甲阮爸讲，我毋是有打电话甲你请假。你有甲我请假？你讲昨仔你卡来的时阵，我已经到领导行考啊。真正是假的，你若毋较早讲，无就会当带你做伙耍啊。哎，阮爸阁互我2000块呢，阮去食娃娃摕着这只，足够水对吧？你好，我叫小李，请多多指教。哎呦，小丽感觉足惊的，因为头前阿这面臭，小丽足惊的。哦，免惊吼，免惊。对咧，你到底伫创啥？创啥？你受气创啥啦？你应该补习毋补习，搁做出来耍，你成绩真好。就请假一天，以后再补就好啊。你成绩真好，会当安尼教是啦。卡婷，小李是阮班的高材生，大概考试拢全校前3名呢。迄毋过成绩也袂当代表一切啊！即摆遐足高趁钱的人，大学拢无毕业。跟我想的同款呢，耶！成绩是袂当代表一切，也毋过伊会代表一个人的态度。做学生就是应该读书，连上基本的拢做袂到，我则无相信会当有成就。安尼你除了读书以外，无别项代志会当做？你是讲食甲算性？哦，所以你除了读书以外，敢若剩食甲算哦。即摆遐袂晓读书的人，阁有足侪梦想会当做哦。遐敢若会晓读书的哦，根本连梦想是啥都毋知影。看来你是这种人哦。卡婷，只是2个人的想法无共。小李嘛有梦想啊，伊未来想要做一个医生。也毋过医生嘛有分好的医生甲歹的医生啊。我先来走。不是，小李，你的饼还没食完呢。有人互我冰吧，食袂落。
嘿，读册人哪会当无菜食的啊？晓你要去倒啦？晓你，晓。莫搁叫啊！人拢走啊！安怎？你介意人啊？我哪有啊？工厂迄边敢若出问题啊？安怎？你哪会来？我听电话讲，外头的拖链啊有问题。这个是我的机会，这件代志只要我会当处理好，以后吼抢到的位就是我的。真正是我欠唔着啊！这问题是我替你解决的。我想要甲你讲一个条件。我会在厝煮暗顿，等你转来庆祝。好啊。冠华 ，fighting！ fighting！ 你今日票投完啦？辛苦啊！以后咱工厂要继续靠你哦。多谢经理的支持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